情侣被他们新郎弄垮了，那位新郎怎么啦？那位新郎怎么打官？我要他啦！啊，真坏，真坏！什么不公？你看他俩会不会这位新郎呀？对的，对的，做了本新郎，水上大湖烧了梦，水上江水满了梦，水上雷电跳梦。什么不公？你真好！他遇怎么了？啊，他要对江了啊！放好思想，保住啊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让开，让开！做啥？我家沈少爷要上京观考。什么沈少爷？二少爷没听说过。大名鼎鼎某家沈志全沈少爷，俺没听说过。文这地方一般钱财都在我家少爷手中。咦，钱财最多也没马在这条路。让开，让开！我偏不让开。冬梅，你管不了。冬梅。冬梅，不要我这种人也不问艰深。哎呀，小姐，平时那沈志全分账狗屁不通，也要上京观考，玩打这么多香笼，只想花他的财钱买一个功名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是与千姿百态，人与三等洛阳。天下的事见得多了，也是不坏了。哎，小姐，听说那姓沈的那年晚向你举过亲，哎呀，真是不要对这种人，你先下船去吧。冬梅，不要再与他们争吵啊！深夜的情。兄亲，哎，
深夜里，你去过京城多次，听说那里十分繁华，到底何等模样？哎呀呀呀！当今的京城虽是偏关江南，关闭江山，却是酒香灯红，暖风熏城。一旦只身温柔乡中，师兄啊，我等只怕呀，不知今夕何夕，流连忘返呐！玉莲，相公，玉莲，相公，他孟兄啊，少夫人真是多情多义，为得你的渡口相送那坚固弟妹。这是年兄往事哦。这是生死桥，我们三人一同上京。师兄，你我还是先下船去吧。相公，玉莲，江边送君上帝京，笑脸江上泪盈盈。为言情来多少郎，钱不过寂寞难做是差人。我家徒四壁无常毛头警察做理平，鸟脸啊，今朝日逢富士去，满腹金陵破自啊心。三公这回报其事，新鲜眼睛
心，喜的是长子得财有事，不枉我为燕赵生神。陈的是，陈的是，亲近王生是独仙，风波难测望海深，江畔金坛纷飞去。娘子，今时一笔，不管忠与不忠，石凤都马上回来。不管忠与不忠，你都马上回来。石凤之王，难道娘子心中有你？不，牛烈心里。这次你和沈世娟他们一同上京，实在天大言道，京城神秘。娘子放心，石凤岂为我慈悲同流合污啊！相公，玉莲，你来。你可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江边看过的戏吗？谁是那本痴心女与为新郎的戏？记得当时你问我，石凤哥哥，你长大了会不会做为新郎？你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才做了为新郎，谁让大火烧了我，谁让江水淹了我，谁让雷电劈了我。你看，这只警察虽然出是善良，却惜皆为己身，皆为己本，人民千责万恶，始终不改本身。玉莲，石凤此行军察为证，君子一诺，事事全军。心在精彩起。听闻精彩彩。
花西子，门生今日大开眼界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过奖过奖。兵相爷，辛苦状元王石鹏觐见。夸夸有请，夸夸有请，有请常元公。来此一步，方相爷见谅。老夫可要还你用，田园名利风水，才华出众，今日身为岂能不知？No，怕你灵验顺笔，留下文宝。相爷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啊！张元公，请。田园孤尊，精心受苦，文采风流，难得啊，难得！是，相爷威严神圣，常元公这官圣在，真是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！是啊，今日可算是穷言灭子，才所之为都是少年英俊，英俊少爷兵相爷，花厅酒宴已经备好。好，此次田园，请稍留片刻，只为写起花厅用宴。请。要走，小子拜托哎，今日相爷遇见他是要我操办，不正马上要死。小子外遇不离一文，这一梦惊相爷。一说，你放心好了，请。相爷，相爷留下万生，不知有何见解？田园目光，thủ下慢慢说话。不知田园贵此事，万生是温州人士。好啊！文州乃文武之邦，素来多出才子，难怪田园一表人才，满腹军人，苦有贵此了。蒙圣上之恩，据说江西扬州前坡。江西扬州乃鱼米之乡，好地方，好地方。田园此去，岂能踏足王都，前程无量。是啊，前程无量，无量前程啊！常元公，今日相爷分外开心，你要喜上加喜了。相如千金名都江，但是贵重心气高，天经地
傲。今日里家人要将才子找，常愿公你上西临门都荣耀。常愿公万夫看看拜见有无他相爷，蒙相爷不求为升官恩德，只是我家中已有气色，不管聪明。不妨事，不妨事，不妨事。遇到是义务传去了，要问心的；房子自藏了，要调好的。不拘什么阶级隐私，乃自在所为。常员公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？不拘什么阶级隐私，果然是自在。双儿收生之女，始终不渝，更是严正。田园之话也有道理，臣儿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目前世上夫一教，贵一妻，公卿将相也司空见惯，继承草女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了。相爷，旁人作为王生不管王家之命，只是万生之躯，却是万万不可以的。相爷，以往昔家命是喜不日光，天子女，波长门将是贤郎，一直莫精彩，为凭借人上，列下生死眉。但愿长，今日我为民初登龙凤榜，担当心事岂能放？相爷你记错阳情，曹刚章万生。听见了，婚姻之事，老夫也难勉强，由你三思，再做天特。相爷，相爷。相爷，快快有请！为相爷，相爷。常员公，我真是不明白你呀！实在相府高子派，你前台万事做。人生不多，书讲自己的糟糠，自己不下上是难杀此人去，并相爷曾经千两能不偿，千金有价，金无价，忠心儿是真计量。你不见相爷变脸去而当，真乃是愚人难给求隐藏。大胆抗婚你太无常，是出有名必定上，岂不怕来日方丈你反手扬？也值得听见有名不负人子，就一股本性不为是堂告辞。曹员公，曹员公，曹员公慢旨，曹员公慢旨。我不言他地位，早
为婿，他倒败去穷孙家之内了。此今他初上仕途，却是此桀骜不驯，才儿羽毛见夫，还不知是何张狂的。是啊，是得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这不倒一时反转，这是为使他生平才华，不离条约，叫老夫难杀这门亲事。相爷，啥要温世成功，现在叫他休两妻子。哦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？方才未闻之时，有个进士叫做沈世元的，相爷可还记得？倒还有点记得。此人文章彬彬，不过实话倒还深厚。他对相爷可算是忠心耿耿，方才晚地上立单一问，请相爷。少事，快讲正事。那沈世权也是温州绅士，听说曾向王世鹏之妻求亲，两人本来就有结的。好啊，此事就由你看着。但愿这个沈世权能接老夫一问苦心的礼仪，相问请两位请礼而为。妈，事成之际，将王世鹏好生可待，不准他离开京城半步。是。
快上街买些点心来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你要到哪里去呀？去亲家母送饭去。先把米王归王哥，王哥的尾巴我要上摇的。先生，说他几句有妨，谁叫他生过儿子，只此潦倒。常言道，妻老难妻小，就是手能等青云堂。呸！不是我前乱放，这上也早是报那个草啊，王石鹏手端装不得黄金银，女小队不知负啥那个忙，那老太婆脸上无明里指定难逢那个刚，我练的把式我把过，我的金才要得到啦。为侬愚爱父是个老糊涂，粗把郎你当真宝，哎呀粗把郎你当真母亲，你不要生了，我偏要是母亲。王日鹏仅仅家长个日子，这么完美的允许，他说过，不管忠与不忠，都会马上回来的。我竟知道，到底是做了高官，举完期望。依我夸，他不忠你苦，他忠了你更苦。亲家母，这话可不能这样说呀！不这么说，哪有这么说你？哼，你倒想想，世上哪有把嫁出去女儿养到老的？你哪一步步到媳妇娘家把碗跑的？母亲，婆婆她是我接到家里来的，你去骂我打我都可以，以婆婆负乖哦。好一个孝顺的媳妇！你婆婆，母亲她一时糊涂，万望婆婆不要放在心上。婆婆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纵然我是阶段，也要离开这里。婆婆，你不能走，不要走，我不放你走，我一定要走。何泪啊泪，婆婆啊，我怜谁非你亲生女，你对我啊更比我操心呀。夫家万年做两人分，到娘家一句冷言两声。
家来，才知道不是亲生奶去月宫三长两短，这天塌的灾祸，谁能救？媳妇，你是知生命大义，叫婆婆说什么最好呢？苍天啊，你还是保佑这梦早生回来吧。老夫人相见，老夫人相见，哎呀，老夫人相见，哎呀，老爷夫人，你们快来呀！冬梅，出了什么事？我刚到街口，就碰到沈志远夫人，那个无比的官家，他寄了我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谁是姑爷带回来的寿星啊？小姐，伯伯，这是什么带来的假信？亲家婆，你尝，谢谢，什么总算来信了。哟，看你们高兴的样子，好像那穷爽真的做长员啦。说不定真是此。大白天什么话？你母亲，弟弟，快快出信，看他说些什么。好。告诉长院沈光禄，只是鸟居前皇府，公主长院。你怎么不恭喜我啊？你笑什么？哎呀，我个宝贝女婿做了头名状元，我哪能不笑啊？真是大白天什么啊！哎，这是与家人说的知心话。来。那个草啊，这蹦他两儿在街停住我，把事上家不告。这亲家母跟四妹双母与吉祥，高明夫人夫妻那个好，药里的把事我怕啊。警察能打碰开那个条，
我与侬老老爱里好，才把诚心实意的女婿找。来来来，堂上爸爸呼吸句，亲朋好友都听到，谁为当说你亲家母啊？我历经上百把心意呀，表啊！我历经上百把心意呀，表心意表。你呀，这是往事都是你，还是先弄点早饭接亲家母吃。对对对，冬梅啊，他把好酒好菜都端出来。弟弟，心还没有念完你，快点，轻松，轻松。这项群众令实贼，既为进城贪内幕，与之死鬼鬼不得，王子卿死其别。别什么？别什么？亲家母肚子无聊，你快去端早饭去。弟弟，出了什么事？死情别，怎么，你也背不下去了？死情别叫。他要一领奖，他走了，这好事情，这好事。走，哪来了？哪来了？你要下次不下次那个，我家养不起那场你老夫人，是夫人，你小小你就结果与我顶嘴。亲家母，你要谁，我就要包公死呀的，我就婆婆她还在门外呢，见配沈家儿子都不要你了，你还叫什么婆婆？你好当开门，不开，你开不开？我不开不开，就是不开。哎呀！弟弟，哎呀，这老头子你怎么样？好了，好端端一份身家，被你们弄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叫我滚滚滚！夫
要叫了，不要叫了。要到哪里去？哎呀，小姐，老夫他真的醉了，老夫人，弟，老夫人怎么了？弟弟他昏过去了。哎呀，老儿子哎。那个老头弄鱼来了，我叫侬来，我叫侬来，我叫侬来。哎呦！哎呀！原来是沈相公啊！哎呀，沈相公啊，对不起，沈相公，请。哎呀，沈相公啊，请坐。沈相公啊，是哪阵好风把侬吹来的呀？听说王石鹏休了令，哎呀，这件事你都知道呀？哎呀！王石鹏实在相夫，敬重家女父孝。再说他的家属还是我带回来的。哎呀，早晓得王石鹏小子这么有良心，当初小生也曾向你练就情，妈妈你可是一口答应的哟。是个，这个老头子董月莲不知好歹了。小生今日二度登门向月莲求情，仅有银子8颗，孝敬妈妈，还有金茶1对作为聘礼啊。于是金茶，妈妈请款。吓了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是木头警察，原来是黄金宝茶了。沈相公啊，侬真是有情事哦，这件婚事你答应了？此事岳母在上，在小婿也罢。快起来！哎呀，妈妈，令爱生性刚烈，只怕不肯答应这门婚事。此事不能声张，啥是周律风声，让我连到走大局完了。一切听从妈妈哎。这里我把他问字，明日一早花轿得胜。好，明日一早花轿得胜。夜深深
门。叫声麻木，恰不了儿为母婿，别了心儿子停下与郎同行，与家别并肩，宽下分。陪葬此心女，因我泪满襟，西中陪新郎，长离去此恨。你长大后杀走了背心郎，曾将他烧了我，叫江水淹了我，叫来年骗了
繁星尽先生，复应江湖情此生。
谢母，谢母你在哪里呀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谢母，谢母，谢母，是啊，老夫人，这不是小姐的睡衣吗？谢母，小姐，不会，小姐已经小姐的将死了，谢母你死得好蠢啊！小姐，谢母你死得好冤呐！小姐，我要死！老夫人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上京做这个没良心的小畜生！老夫人，我愿陪着老夫人一同上去。好美，我们去。母亲，有理，有理！天阴的人什么君，寒舍青山有雨季。参哟盘古
去。哎，都老焦皇子不得进走长远府内。曲子里，你听着，我这个老叫花子不是别人，是张元的娘。哦，是老夫人来了，带我进去通报。才当了2天半，家子摆得可不小啊！老夫人，冬梅啊，把你头上的小带取下来接我。我只是件小姐，对小你。我是不想上那个没良心的困境。哦，媳妇，小姐，我今天非打死小畜生不可。母亲来了。母亲在哪里？母亲在哪里？你这个小畜生！一见小畜生怒满腔。你背信弃义上天良，我高举华章将你当一个不忠不孝无情无义的新郎。母亲，我要进门才打爱啊！你自己心中明白。还不明？母亲！哎呀，他做了错事，失亲之后，就是当时我也无怨无恨。好，你听清楚了，你写的好一封家书。家书？哪封家书？要不得呀！你还讲这，把家书背一遍。母亲，背。是。长远升瓜楼，去岁鸟走乾坤府。宰相权中令实在，积累京城叹难何。有之死归归不得。母亲，我背得可对呀？下面还有一句呢。方世卿失去别家，上京都不对，是失去别家上京都。母亲，要写的是要他告别家里的家事，你明明写的是要他改嫁他人的家事。母亲，是别家，是别家。哎呀，母亲，此事开不得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你写的哪里是家书，分明是休书。
们与相夫做亲。哎呀，母亲，哎呀，那相夫造亲，怎会孤身一人在此啊？对呀！母亲啊，月莲见到这封死信，定是伤心万分。月莲她母亲啊，月莲为何不与你们同来呀？什么啊？月莲本来她就要我们一道上京来的。那又为何不来呢？母爷，小姐不来。母亲什么啊？是因月莲岳父家年成身，难以上京。娘家是与岳母操劳，何须月莲费心？这上京3个多月，月莲啥子叫去，怎能赢得？哎呀，母亲，你年迈之人都来了，难道是月莲她年纪轻轻？四老爷舍不得小姐，叫她明年春天再来。不是，岳母岂会强留出家之女？母亲，我的家中，家中才是女才是。看他人人事惊慌，莫非家中真有变故？母亲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！我若说着小姐来讲，只怕姑爷吓得胆战心惊。君，冬梅，你口中年年有事，是什么今日？今日啊，美玉，对，我明明听见外官低了，讲什么今日？对，是与不今日，是进步的进，是半斤8两的斤，是计算的计，只可以夸奖什么？讲。老夫人，姑爷逼我。哎呀，母亲，孩子因失去心切，望母亲见谅，其中定有变故，望母亲生命正经。孩啦，老夫人，你不能讲呀！哎呀，母亲，你快讲啊！老夫人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母亲，这是叫人胆小。这，哎呀，母亲，你若再不讲个明白，还就掌柜不起了。你的家属一到，家中就出了大事，你有没有立即去怎么样？去逼你给家生死决。哎呀，母亲，母亲她走也不走，你其他宁死不走，他去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你不能说呀！对，要你斗罪，母亲，老夫人，斗，母亲，老夫人，斗，母亲，斗，母亲，斗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你其他宁死不走，他就在家死了。什么？你其他在家死了。
心惊不问苍天，不做此功。娘子，再到母亲去才知你先走后苍生凭一世与你同往前。万不空，你咋走了这路，叫娘死为呀？
我有心无力问娘恩，若怜见水金叉子啊，十梦不该谁完心，他切莫有名盈盈过，我去了哟头谁你是兄嘞，叫娘心痛用力。你句句承认，更叫娘把锅交起。你这么多年的书没语把懂，娘这么多年的话也没语把教。你不会是王家的好儿代，为娘的好儿子。心愿，娘答应去死。给了我们家属的那个人，爱等我们一家。母亲，那副家书，我是托沈世权代为家的，莫非是他？沈志娟一肚子坏水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冬梅的话有理。监工曹元公，吏部文书在此，明日即刻前去广东朝阳上升，不得迂腐。知道了，退下。是。儿啦，新上司叫你到江西鸟嘴上城，怎么改掉广东朝阳了？江西鸟嘴，乃鱼米之乡，广东朝阳恰是燕章之地。莫却就想见我不肯认罪，叫我调至广东江西鸟嘴，给派王寿王七婆去了。燕章之地，多兵多灾，那就像分明是要你有去无为呐！母亲，哎呀，让违抗吏部之命，母亲就想去肯轻易放过。为今若连深冤，哎呀，我真的忍下这口气了。鸟脸，小
名医，听说是前夫间最好的，退了几天呀，拿去给他试试。夫人，你为小姐可真是操碎了心呐！老天给我送来了一个女儿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快去！老头子远在温州，为他走，用心生前到福州呀！丽影江中举草女，听声势我心肠原来一泪泪。也算是命令死命的吧？你说巧不巧呀？这女子心切，我家老头子也心切。一笔难写两不尽，玉灯玉帘你女手，怎奈他院门成疾身虚长，这取名我是陈家驹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神也来哉，神也来哉！老爷，侬何时这么高兴啊？喜事，喜事，云香，云香！哎，快请小姐出来。是老爷，见过你父你母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喜事，喜事！实在精彩配，来不成，一场剧谈问唏嘘，往日梦相负，实在是强原来，强原来，冤枉好人第十斤，好一股草原过绿塘，谁知他问去美丽。这是真的。真的千真万确。那我让念在何处？那就想别请我等，就我等他回家心去，明他自己长城去了。喜气回来，落泪满腮。弟弟呀，二哥接他江水一去，夫妻同来诉心这个为母早已想到，我月间我一怕妹苗亮带我死心，见我将其要走，却只说来这几日也该回来了。弟弟，你为女儿真是操鬼了心，请上随女儿一把。哎呦，女儿，你可要当心身体呀！不妨，母亲，女儿此刻觉得身上的病都好了，血都好了，自己好了，自己好了。女儿，人逢喜事精神上嘛，你快去脱掉服装，换上红裙。女儿遵命。
到了，可曾见到不言？没有，可曾头视惊讶？没有，可曾带死回来？也没有。那你此去做了何事？元素得去，元素得回。这恰为何？老爷，小生农民要进营，只见嚣张挂满人，城内小人不杀死，本顾旁生才自尽，民间上写着往前判。那往前判怎么样？一场重兵一宿命，一宿命。啊！苗亮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可问明白了？明白吧，老爷。我问到私衙查问，他们说这位前官死秀啊，斯文最深，事情可得中。对，也是刚刚上身，是重病死的。老爷。真是偏见贪婪，与我同尘，才知道心人的人心经。相约来恨错失，凭尊情义，怎叫他回顾余香同葬谁？口难起，心后碎。梦好且心不碎，自一体。云香，云香。来啦！老爷，哦，云香，快请夫人出来。夫人。云香，小姐可在她死期房中？是啊，小姐她可开心嘞，正在梳妆打扮，晚餐欣赏你。好，你去好好控制小姐，千万不要让她到这里来。啊，这是为啥？叫你去你就去，少多嘴。是，夫人，老爷与亲来啦！哎呀，老爷唤我，莫非苗亮从鸟追回来了？真是苗亮回来了。带来了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带来银杏，叫声同行。你说什么？那王日鹏，他刚刀刃不惧，就在鸟州平谷里。这是我生气呀！哎呀，我那苦命亲生，夫人，若令他天杀多病，只怕他再也精神不持，你为设法蒙护他才是。哎呀，是呀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有人知道的。小姐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老爷夫人，小姐不好了！玉香，快去端牙。母亲，女儿此病非要控制。女儿，你说的什么傻话？你刚刚完事，身上的病前途好了。女儿，你可要好好强养身体。过些日子，我们不是要到江西去看望姑爷的吗？是啊。女儿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弟弟，母亲。
几番风雨，几番愁，伤心早已负累呀累。心中有意盼举手，名利无缘也难去。遇到将心思量，女儿，这一路风尘，我正担心你的身体呀。母亲，女儿我一回到温州，就觉得好不了。女儿，这5年来，你年年回来，到这江西市继父，也真难为你了。阿弥陀佛。方丈，佛事可曾配齐？他生竟有太阴故居的滕尚书滕大人陪同王太师来此夜宵，始终只是忙不过来，请他人先到厢房歇歇。哪个王太师？听说从广东朝阳而来，就按夫人而去，给他们本地。且英雄，且英雄，滕大人，幸为
行为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朝廷上你要为文州探访，贵经少才是相见。只因小女在此与心愿未了。你的亲兄何家才子，行为。行为。夫人，你和女儿先到相望暂息，我与腾兄叙谈篇。老爷请便。亲兄，想不到亲兄之间有这么一个48、46的千金，怀才膝下，只是身子有些虚少。腾兄尚非不是，正小女身世宽阔，一朝天上多。貌美动vật，你可曾婚配？他曾遭举鞭，一直不愿再见。哎呀，亲兄，你真是老糊涂了！我猜你儿之病定是有所思，稍逢喜事，说不定能到后见。说的也是，正小女身心倔强，只怕年纪轻轻，哪有水挂终身之理？且兄，等我平时再提升国美，今日免听你做法，才让谁是牺牲结案王太岁，结案王太岁。是啊，这王太岁哟，广东会馆主年东，清真殿神结眷乡民户，他出身江西结安府，今日上任如孤不辞，我陪他将心家阿弥陀佛，我宁儿千里有缘心相偎。王太岁已到，我即刻休去，即刻休去。且兄，这桩婚事你要与夫人你商议，我这就去慰慰王太岁，明日朝府好过细许邓大圣，邓太岁，这个对，是说实话，你心不对。不过他说的这个教王太岁倒真是不错。弟弟，女儿女儿侍奉上亲，终身不嫁。女儿，我知你承润不忘王之奉，只是时隔5年，曲折去也，甚至10之万丈。再生那王太岁少年一句，女儿不放一颗。女儿不急，岂得对女儿摒弃有益？弟弟疼儿心甚过，这是钦差之门，终身不忘。女儿曾代天立下誓愿，什么誓愿？杀羊在家，此非杀中西策。老爷，女儿不愿，你就不要勉强她了。好吧，做我是去。弟弟。王太岁，请。邓大人，请。王太岁，邓大人，此番路过温州，蒙大人开悟，同来江心是当在，下官这厢拜谢了。王太岁，我看你呀，还需再补一杯。
强为何？王太岁，你的喜事来了。曾相当人啊相称，天子有待玫瑰，月下老子牡丹啊，牡丹邓大人，下官正遭举鞭，终身不去了。哎呀，这位小姐把礼条言，皆不可赦，太岁不妨一见。下官不见。难道老夫子也负礼？大人怜我万生官人，只是经察之门，终身不忘。下官正代天立下誓愿。哦，什么誓愿？啥要再去，自非十中西城。哎呀，你呀！王大人，此人已到，请大人念下。且，邓大人，切勿牵挂。去吧，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夜话到天明，黄郎啊，我鸟配浮生挂冰冷。我
采茶，心无木算千钧黄沙与什就是他呀！什么他就是他呀！哎呀，皇上，实在等大人审美的定是此人。哎呀，世上哪有如此相似之人？莫非他就是我的？哎呀，大人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啊，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我去找邓大人，这就去，这就去哟！王太师，王太师，皇上，皇上！哎呀，皇上，总算找到你了。皇上，方才和你说话的可是军官王太师？正是王太师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小姐，他就是他。哎呀，世子，什么他就是他呀？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皇上，请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出了事，怎么一个个都有毛病啊？陛下，小姐，他是叫王太师，你没与弄错，不错。小姐，还不快去问个清楚？丞相的命，只怕神错，使不得。是的你。都他当。女儿，你方才拒婚，并上模样，原来是云香在背地里替你领着红颜啊！弟弟，此事与云香无关，实在女儿在天前危急亡灵，遇见那这位王太师。哦，是滕大人嫡亲之臣。他怎么样？他好像我那夫君王世伯。女儿，我看你是思念过人，眼睛看花，皮糊涂了。母亲呀，老爷，女儿此话事出于因，不妨想法当听事后打听。要是不慎闹出笑话，叫老夫授予王太师，事后通召为官呐。弟弟，女儿这里有精彩一枚，乃是当年夫君的聘礼。明日不妨请邓大人与王太师前来赴宴，当出使进
精彩，不是一清二楚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女儿自己称好。好吧，此事为父依你就是。谢弟弟，为父去吧。老爷，云香跪着你。起来，起谢来。老爷，云香。你来看这是什么？今天王太岁千万勿要请你我即刻前往房江亭赴宴。房江亭。哎呀，这是我真是异乡的地方。邓大人，你我快走！大人，快走！王太岁，邓大人，王太岁。这是真相，我已明白，是自八君。等一位啊，我还要杀巨夫造梦宫，叫他们这间府堂到满廊中。王太岁，前往王江亭。弟弟，等一位王江亭上宴请，女儿我想来想去，不辞长思。这个为母早已想到。喏，这两相错一定在王江亭外。你们母子长生错类，既不能生意，婚期听得明。多亏弟弟想得最大。女儿，我在厅内问他弟媳，那王太岁是你父，你有事我告诉于我。弟弟，今日乃是元宵佳节，此次等女儿听得为娃对对，随爹请花灯。答对一句，求爹一赞。对，要是前度答对你，那谁把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、远远近近的花灯，统统点亮，高高挂起。好，此次为父先这一步，你们谁而求来？是。
邓大人，啊你放呗。已经关了，现在我要这管三杯，这管三杯，先生，你昨天不曾饮酒，今天倒要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哎呀，王太岁，我们光，哈哈哈哈！来，斟酒，斟酒，哈哈哈哈！实在要他后天来，按个月月去交代，可他纯真来迎接强有张龙作样，下次来。哎呀，秦兄你怎么不好？一定要好，一定要好！来，实在他答应真情团，凡事由他来安排，只怕他为何现在把事不查自己落官位。哎呀，秦兄王太岁，这今天嘛，是一定要好个痛快，好个痛快哟！来，斟酒，老爷，你怎么自顾自己下去，不让女儿婚死？这看去，陈大臣啊，你昨天在江西市里要为小女做媒，不知哦，这件事嘛，哎呀，不成啊，是不成。为何不成？哎，苦恼他满心，对天发誓去婚姻，说什么自费是从西方城，有他再去是反公能。哎呀，简大人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太岁，你本是少方人，你情我愿两成心。既然你对天发誓愿，我不管高怕做怕人。哎呀，邓大人，他不愿倒也不方便。哎，不得的，他就是。来，哈酒，哈醉了就醉。滕大哎呀，少夫人，人，昨日你最怕想当高美哦，今日里家长我都杀鞠躬，查不将真情说明白，虚挂为啥出头？哎呀，少夫人，玉香，哎，出言。见夫人，老身万里，王太岁。二将之兵列家。
将讨张他生。原来少夫人是对家儿媳，哎呀，少夫人是对家儿媳王太岁，你少爷父亲因恩爱，他因母比母配将心，生日全成见，该书信承报上司一言成。那么王太岁啊，侬当初与少夫人成亲，是以何本为聘的呢？必是金，必是金啊，不平凡。什么？一枚金钗系同心，金钗，哎呀，夫君金钗，金钗，小姐是金钗为聘的，你夸谁呀？玉卿小姐。金钗作我咋做了违心了？虽然大火烧了我，虽然江水淹了我，虽然雷电劈了我。